好啊，Exercise 8A 第27條題目，咁啊睇一睇個圖啦，個圖就係講緊話有兩個 parallelogram，然後咧就即係重疊咗啦，然後就想揾翻咧重疊咗嗰個 part 嘅高，即係 GH 係幾多？咁啊嗱睇翻啦，其實如果我要計呢啲咧，其實嗱佢話成個 figure 咧就係講緊咧嗰個 area 係38 cm square，然後個 base 係4 cm 啦。個高就6 cm 啦。咁我要做嘅時候，其實咧 GH 我要諗下佢究竟係代表啲乜嘢？其實佢代表緊咧係中間嗰個三角形嘅高。咁啊，我哋其實如果成個 figure 嗰個面積嘅話咧，其實就係講緊兩個 parallelogram，兩個 parallelogram，兩個 parallelogram。咁你諗下重疊咗嘅話咧，其實咧就要減翻三角形。OK，減翻三角形嘅面積咧，先至係成個 figure 嘅面積嚟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嘢咧，就係將呢一個圖像咧變翻做數字，就係揾翻兩個 parallelogram 個面積先。咁啊 parallelogram 嘅面積咧就係講緊 OK 嗱6乘4乘2啦。好啦，然後減三角形嘅面積。嗱三角形面積係乜嘢咧？記住三角形係要底乘高除2啊。咁底咧就係4。咁個高咧就係 GH，咁我哋照寫翻 GH 喺度。GH 除2就會等於翻成個 figure 嘅面積。好啦，咁你呢度中間可以個份數咧就簡化啦，其實就係兩個 GH 啦。嗱 GH 係一嚿嘢啊，記住。咁啊前面就係6乘4乘2啦，咁啊夾埋就係48嚟嘅。減兩個 GH 等於38。咁啊諗一諗點樣調咯喎啲 terms，其實咧如果你做得快嘅話咧，你可以將呢度寫成 2GH 就等於48減38。嗱有啲同學可能會問啊，點解可以咁做嘅咧？嗱其實你當中咧做咗一步嘅就係將個48減 2H 咧，將個減 2H 咧就搬咗去右邊變成加 2GH。然後你嗰38加咧，其實搬翻出嚟咧就係48減38。所以咧 2GH 咧，我哋知道係等於48減38嘅。咁啊，呢個就等於10啦。咁啊，所以咧其實 GH 咧就係5個 cm 啦。嗱，記住呢度就要單位咯喎，因為咧佢 GH 嗰度咧佢冇 indicate 個單位係乜嘢噶嘛。咁你冇單位，我唔知你5代表乜嘢，可以係 cm 啦，可以係 km 啦 ，whatever。咁所以咧就記住寫翻個單位俾佢。